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 我係成員阿高。今日係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呢度係颱風簡報。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最新熱帶氣旋米克拉嘅動態，仲有其他西北太平洋低壓系統嘅預測。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訂閱、分享、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亦都歡迎大家用 Super Chat、Super Fans、Super Stickers 係支持我哋。歡迎加入本頻道其他社交平台，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我哋先嚟睇睇米克拉嘅最新動態同埋預測。根據最新衛星圖片啦，見到米克拉已經由尋日嘅強烈熱帶風暴啦，係迅速增強到而家嘅強颱風嘅程度㗎啦。可以見到發展係迅速啦。呢一張衛星雲圖亦都係啱啱香港時間禮拜一嘅晏晝2點幾啦，接近3點嘅時候嘅一個衛星圖片。現時可以見到佢展現出非常強烈同埋成熟嘅結構，包括係出現咗風眼，位處於喺東經126.7度、北緯17.9度附近。目前強烈核心對流啦，主要集中喺風暴嘅東北面啦。相對上西面到南面係薄少少㗎。相信有待氣旋係進一步發展啦，同埋增強啦。我哋亦都睇睇最新香港天文台評估啦。截至今朝早香港時間8點，天文台評估佢嘅強度係有強颱風嘅級別。已經係由尋日嘅強烈熱帶風暴啦，尋日拍片嘅時候所講啦，已經增強到強颱風下限嘅級別啦。預計聽朝早8點係會增強到超強颱風㗎。而且係去到195公里每小時，10分鐘平均風速嘅巔峰預測強度。大約最遲6月25日啦，就會開始減弱啦。減弱翻去到強颱風嘅水平啦。之後就會繼續沿住呢個琉球群島啦，係行啲比較偏東北嘅路徑㗎。靠近日本以南海域一帶。而家就開始會逐漸由呢個西北偏西嘅路徑啦，呢度打錯字唔好意思啦，就會用順時針嘅方向係逐漸轉向呢個東北偏北甚至係偏東北嘅路徑。靠近琉球群島啦，同埋日本附近海域一帶。相信對於香港啦，甚至台灣嚟講咧，直接影響咧都係冇乜嘅。但係對於日本嘅琉球群島啦，到日本啦，亦都可能係潛在影響嘅地方。大家如果有計劃啦，嚟緊去琉球群島甚至係日本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我哋睇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最新嘅評估啦。截至晏晝2點咧，佢已經升格為一個4級颶風或者颱風㗎啦。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被評估為215公里每小時，1分鐘平均風速，係4級颱風嘅強度啦。而亦都有947巴帕斯卡。預計聽日晏晝2點咧，就會去到佢哋規限嘅超強颱風嘅級別啦。係有250公里每小時，1分鐘平均風速。另外，根據 JTWC 對呢個系統嘅第14個報告啦，就表示米克拉係正在快速增強緊㗎。短期內係繼續受到東北側嘅副熱帶高壓脊引導行西北偏西嘅路徑。之後隨着北面嘅副熱帶高壓脊減弱啦，引導氣流減退啦，風暴移動係減慢並且向偏北路徑移動。之後引導氣流咧係會重新增強，就會引導風暴開始行啲東北偏北嘅路徑移動啦。預計未來24小時環境良好啦，係會去到強度嘅巔峰㗎。之後就有乾空氣啦，仲有強烈風切變底下啦，再加上風暴移動緩慢，導致海水潛熱已經會耗盡啦。令到系統就會逐漸減弱。去到日本咧嘅時候就會轉化成為溫帶氣旋。我哋再睇睇其他系統嘅動態同埋預測啦。喺關島附近係有一個低壓系統 94W， 預計佢未來亦都係會發展並出現轉向路徑。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就認為24小時內佢成為熱帶氣旋嘅機率中等，而最新衛星雲圖亦都顯示佢嘅 LLCC 仍然係逐步整合緊，而中心對流雲團亦都開始爆發並且變厚。而日本氣象廳 JMA 方面已經升格為熱帶低氣壓，而直到今日晏晝4點係未有發布烈風警報㗎。預計目前
海平面嘅表面溫度啦係達到30度㗎，有5至10節嘅低垂直風切變啦，高層有中等嘅極向流出，整體係有利發展。路徑預計3日後就會開始向北，咁轉向偏北嘅方向移動㗎啦。咁大約4至5日之後就會從西北太平洋嘅遠洋啦，向東北方向遠離，咁會前往日本以南嘅海域。強度方面可增強到低至中水平。而喺右下角啦，亦都有 FMV3嘅50個成員嘅預測㗎。咁系統初期穩定會向西北偏西路徑移動啦，咁而路徑嘅分歧亦都唔算太大。咁50個集合預報成員嘅預測啦，平均預測佢嘅巔峰咧可以去到122公里每小時嘅，咁大約係66節左右。咁係應該係會成為下一個被命名嘅颱風啦。除咗呢兩個系統之外啦，大約喺10至15日後長遠預測裏面，唔同 AI 模式亦都報出0到2個潛在系統出現嘅信號。咁包括南海到菲律賓以西嘅潛在低壓活動位置，各大預報模式亦都顯示有中等數量嘅成員係支持會出現並且有機會發展，包括喺右手邊 FMV3嘅最新集合預報預測。咁見到活動範圍就主要集中喺南海中至北部啦、菲律賓一帶咁樣嘅，咁有待觀察未來1個星期嘅集合預報預測嘅變化啦。另外，西北太平洋遠洋亦都有一個機會啦，係出現另外一個低壓系統。萬一出現並且發展，預計有機會係一個非常強嘅系統㗎。咁不過而家時間係遙遠，言之尚早，唔好過分解讀部分傳媒對某一個電腦或者 AI 嘅熱帶氣旋預測嘅文章。本頻道亦都係會適時就住低壓活動嘅預測啦、更新啦，係為大家出片去更新嘅。咁最後啦，多謝大家收看。未來本頻道會繼續用影片直播或者貼文方式去更新最新嘅低壓活動啦，同埋香港天氣，亦都會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包括讀音同埋口頭禪啦、懶音等等嘅問題。而訂閱我哋並且開放通知就可以第一時間掌握我哋嘅發布啦。咁希望大家再次用訂閱、分享、按讚、留言、Super Chat、Super Fans、Super Chat、Super Stickers 係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